喂，做咩嚟？唉！而家都2025年啦，佢仲用呢種辦法去滅曱甴，效果差唔在講，萬一俾啲小朋友啊，你啲貓貓狗狗唔食就大劑啦嘛。而家滅曱甴即係蟑螂啊，早就捲起嚟嘅啦。我已經用呢個拜滅氏用咗2年幾㗎啦。一到曱甴多嗰陣咧，我就開始準備好呢隻拜滅氏南珠殺漿膠儀。嗱，你睇佢呢個似咩啊？針筒，只需要喺嗰啲曱甴經常出沒嘅地方角落。輕輕好似打針咁，擠好一粒米咁多出嚟，隔20-30公分到擠一擠，裏邊嗰種創新藍珠包裹技術引誘因子就開始發揮作用啦。啲曱甴聞到佢係香嘅喎，就主動走嚟附燕啊！食咗呢啲毒液翻去個竇就狂嘔啊，連帶成竇傳染，喺根源斷滅曱甴嘅家族，精準到櫥櫃嗰啲縫隙啊、牆角嘅裂縫啊，連曱甴最中意嗰啲隱蔽角落一網打盡，一次點塗藥效持續半年嘅，有安全報告，屬於實際嘅無毒級物質，適合養寵物嗰啲家庭，你即管放心用。